谢谢小董。你知道这个很大的乐器都是从台北来的，开3吨半的，你开卡车的，很辛苦的，真的给他们练。不好意思，我的喉咙告诉我，现在要最后一首歌，真的，谢谢你们，哦，我会努力去赚钱的，一定要让阿米斯音乐节继续办下去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们周边还有朋友不太认识都兰或不认识署命的，叫他们把他们骗过来买署命的第1张专辑，来这次吧。12月20号，然后有买预购的专辑的朋友们，到今天为止，因为本来是要留给你们，但是我把这个就分享给更多人。我怕我对你们有些亏欠，但事实上你们已经赚到了。再加嘛，就凭着那个预购的单号，可以去外面领那个限量的小礼物，有没有领到？有。谢谢你们这么早就支持我，谢谢你们。接下来就是12月20号8片之后，你把那些不认识署命的人，很像做直销的，把他骗进来。买专辑是基本的入会费，接下来等级高一点就是买演唱会，最高的就是来参加阿米斯音乐节，这样好不好？最后一首歌。来到都兰，一定要选一首都兰的歌。都兰有一首歌，也是领唱答唱的传统的歌谣，我当领唱，答唱的就跟着部落的弟弟一起答唱，很简单啊，答唱只要反复的1句就好了，试试看。啊呜啊呀那呀哦嗨呀。会唱吗？昨天晚上有练习过吗？有吧？有吗？要唱哦，要唱哦，不要放弃自己。